去拍算会着。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，毋但诸佛菩萨，伊甲会鼓励咱人爱去修行学道，包括过去因在世的时阵，拢是王母将相，为什么要去修行学道？当然都有因的即个智慧，有了着因的体会啦吼。所以讲，虽然伊人已经离开了着即个世间，但是伊留下的即个经典呢，拢在伫甲咱提示咱人呢，伫世间是会使讲是昙花一现啦。而且每一个人来到即个世间，所领的寿数，佫嘛无一定是相像。所以讲呢，来到遮充满了着真大的变化无常。所以讲呢，伫无常的内底启发了着伊的智慧，要安怎互伊生出了着即个常？常就是不变，就是永恒不变。所以讲呢，诸菩萨伊有阮大讲讲，伊有超越的智慧，会当去识透伫咱人生最终人讲有来有去啦。要安怎互咱的慧命会当达到了着非常安稳伫最后呢，佮离开了着世间了，会当倒转去到咱本来的即个所在。所以讲呢，人讲往生往生，其实往生毋是歹代志啦。就是讲恢复倒转去咱世内的所在，叫做往生。若讲互咱讲来，我会当倒转到咱的本位来归位，归位就是佛。归位就是佛，因为咱本来就是佛啦。因为大家拢有一个佛心。所以讲呢，大家若看到可怜的人伫外口看到可怜的人即个即个世界发生灾变，为什么咱拢会生出着一个怜悯的心？毋是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甲伊的心安尼尔。通常有情的众生，拢是会当去体会，看到即个艰苦的时阵呢，拢会生出了着怜悯的心，这叫做佛心，叫做积根的心，叫做慈悲的心，叫做博爱的心。那这呢，就是流露了着咱佛心一个佛人呢，伊所富有本来这种怜悯的心呢，这叫做佛心。所以讲呢，咱人只要会当按照了着诸佛菩萨的步路去行，相信大家欢欢喜喜来到世间，嘛欢欢喜喜倒转去归位啦，安尼敢好？所以我是伫遮呢，今仔日来用着即个咱大学的三公典呢，伫遮叫咱做一个互相个研究啦吼。那佛法呢？伊即句咱大学呢的即个三公典呢第一种就是伊的三公典伫遮呢，叫咱做伙来探讨。那当然，咱较多咧讲，咱万事万物拢有伊的因缘敢是安尼？各位前人，
有是有有，拢有一个来源啦，可是讲今日咱大家伫厝来到遮，等一下敢爱转去，拢爱转去，所以讲咱人退休该上，人拢讲爱转去，敢爱转去，免转去对，转去咱厝啦，咱厝当然有咱身躯的厝，嘛有灵性的厝，所以讲咧，大家知道即个代呢，人得一为代，所以咱爱求道。人搁较水也欠欠，较牛也欠欠，搁较有钱嘛欠欠。人若欠人一点，输人添添。所以咱知影，咱过去讲咧骂人啦，讲你一窍不通，咧讲啥？那以前用来讲你这有够讲，含这你也唔知，一窍不通，就咧骂人。但是你讲这个一窍不通，但讲一本善万事，万事归一。所以讲，伫这个一代讲，就是咱人的自性生活。人若活咧，敢会当做足个工课，敢会。